黃偉文的前因後果。本節目內容純屬主持人個人意見。冇朱門酒肉臭嘅荒謬，凸顯唔出路有凍死骨嘅凄涼。神舟9號升空嘅掌聲係襯托住李旺陽嘅含冤慘死嘅。今日電視上面，中國第一位女太空人劉洋受盡國人敬仰，佢主要嘅作用係提醒有良心嘅中國人，鐵漢李旺陽嘅妹妹李旺玲因為政治維穩，佢喺中國大陸人間蒸發。太空科技本來就係軍事競賽，美國蘇聯鬥咗幾十年。49年前，蘇聯將第一位女太空人升上穹蒼，全球震驚。4年之後，美國喺1967年就率先踏足月球。唐斯朗、艾德靈、柯林斯3名太空人成為全球偶像。美蘇兩國比太空科技、比軍備、比國力，比邊個先係地球霸主？嗰個時候，中國忙緊啲乜嘢呢？1967年，美國人成功登月，中國就文化大革命開始。中共高層權力鬥爭，毛澤東指揮全國年青人組成紅衛兵，打倒當權派，目的要從劉少奇、鄧小平手上邊攞翻權力。全國腥風血雨，山河哀動，摧殘價值，顛倒人倫。從此中國人黑白不分，禮樂不顧，行屍走肉，唯利是圖。鄧小平三起三落，知道共產主義已經走到末路窮途，霸王轉世，從金錢萬惡轉到舉國拜金。1978年起，中國人嘅價值觀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。經濟改革初見成果，就開展軍備競賽，國強自然稱霸。發展太空科技就係項莊舞劍。鐵漢吊死，中共怕佢妹妹李旺玲承繼佢哥哥嘅政治能量，成為海外嘅焦點。喺神舟9號嘅煙花璀璨之中，要佢消失於人間。北京宣示國力，女太空人劉洋嘅消息排山倒海。佢映照嘅係另外2位中國女性，一位係奔月嫦娥，佢喺直直長空，碧海青天夜夜深；一位喺湖南被消失嘅李旺玲。3位中國女性交織成今日愛強中乾嘅北京政權。